九巴有車長擅自使用單層巴士行走6C線，涉事車長已被解僱。事發喺1月12號近凌晨時分，一名九巴車長喺駕駛208線後，冇按照原定時間表將佢駕駛嘅單層巴士駛至荔枝角車廠，而係駕駛至紅磡獲嘉道，並開出一班往美孚方向嘅6C線。車長喺駕駛巴士時並冇穿上制服。據了解，涉事車長冇6C線嘅訓練記錄，涉事車長聲稱係見收工時間尚早，因此自行駕駛巴士熟習路線同埋做生意。九巴回覆傳媒查詢嘅時候證實事件，喺發現事件後即刻將涉事車長停職，經過紀律調查後，已按機制解僱涉事車長，並將會就事件報警。九巴強調，絕不容忍同埋姑息任何違反法例或者公司指引嘅行為，並必定會嚴肅跟進同埋處理。